經節講切家啲，四邊記828第5節安樣講到，吹切家白色之時，切家西上帝，切家道教嘅上帝，切家求上帝，上帝答應切家，佢安慰切家，佢哋嘅心中呢要寬慰嘅心，這樣顯係講要憤怒過度。小理個土，白色個土，問題係衝開到嘅，要求上帝、謝上帝，佢嘅嘅通才，本質嘅寬慰心中呢啲，而是要甜嘅心。詩篇828第6節安樣講到，係講上帝幫我唔被驚，對於隆重日節，隆重日節咪啦，睇先嘅講嘅憤怒、擔心、痛苦，心中呢似咗白色嘅。嗱，係講上帝幫自家意思嘅通才，自家唔是驚，但係呢，佢為大家出，為大家過，俾大家力量，俾大家新嘅精神嚟行呢途途節節，為了乜嘅？為了時間得到出呢痛苦嘅路，因為到佢幫自家，佢救自家，佢大家通才，上帝祝福自家，阿門。